林海开车到湖北，北上的了，山东到云南，东北到西南。有山路，说很弯呢。现在要吃素了，推广素食环保救地球。山东济南千佛山红景区，山东济南趵突泉红景区。公共汽车、公交车、电气化。山东到内蒙古。现在看的这个影片是从新疆到山东新疆到山东，看到堵车6小时啊，要开6天啊，4000公里了，然后没有办法开车去买东西吃了，你看多辛苦啊！所以要有午餐食品，就是葡萄干啊，容易保存啊，不容易变酸变臭坏掉，然后这个又容易消化吸收，它是单糖不是多糖双糖。还有也要准备保特瓶的水，补充水分。葡萄糖的帮助肝啊、肾啊、肠胃啊、脑部、血液循环。